泥土，莫想啊！难道你的暗示良用饭菜世间上？难道你的暗示每家还有重振希望？今日怎会梅开泥土啊？梅开泥土，父亲。父亲，系统，过去我对你的身世感到怀疑，今日梅树盛开，你满面欢喜，双双幸福，我问你，你到底系嘛啥呢？我讲啊，叔父啊，我做你苦苦爱情的梅家后台。我做良药啊，良药，我是良药。叔父啊，你还不能相信，也算将最每个药款可以为证啊。良药啊，良药，你可的叔父亲你情何救啊？叔父。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啊！黑爷，姐姐，面前见过世雄啊！现见见过世雄，该回去哩。很念你，良用你，哎，五太不中留。男太该分派，好，此个婚姻父母做主，爱小生前一条，俩团良言啊！多谢叔父，叔父，哎，多谢我父。妙在呀！啊！红亮三更，初三。天上漫漫，天暗地昏。沙沙林林，新疆四滚。五步南山，地气。绿粉，冰封马龙湾，四海围困。
有卿家，此官人登基以来，很有贤勤，智勇双全。但是，圣君，此为甚？上今天了后，建议秋味不展，难道是国家有什么大事么？卿家，不过兴兵错乱，探子非常禀报，臣卿却是全无音信。唉，寡人一切就不敌，难免心中挂疑呀。是，为人生也不偏多言，皇上啊，请放心，而你上床为保卫啊，太堂的江山能千秋万载呀！报，陈春山今天卿家回转，将军快快传进今天。嘿，丈夫受伤暗痛心，母亲战火苦黎明。何必奉都建阳军，身把枷锁，应天津。陈卿就此上天，为何如此狼狈？寡人问你，也真红衣何了？不妨突围，难以提防。上次如何了？上次已经被讲破了。他问此言心安详，何必随波此从强？三空迎风三阵影，我爱提冲将风扬。识君福禄啊，亦不敌君恩要报啊！哈，贪生怕死，独自回转，放手！陈春生，今天也敢欺山偷匪，人讲有损太堂的威名啊！上议员这讲，嘿嘿嘿，那是终将得罪。一天连带主帅，元帅与胜利，就连带你国家种种的一切，完全错，就会错在的陈东楚啊！哈，告知无妨。人讲那是负债爱自还，那是自有罪不爱财，应当。现他陈东楚上天前来问罪，卿家实在有理，将军春子下去，陈东楚即刻送今天。皇上有旨，陈同楚立刻上今天。良知。
陈东楚拜见冯松，退到冯松杀退。陈东楚高志不扬，将之放行。陈春生连陈脱脱，你有何辩解啊？冯松，春生虽然犯错，但身派是兵家雄师，何况太堂，并将训练有素，在此调兵练将，也非无蒙托非呀。这报。别犯书信来到。快快呈上。别国演习战火，不过爱我国不送战争损失，其建国苦抗气，乃有功力尽显呐！放手！看在随着国苦空气嘞，嘛有个全国的可选呐！全国的天庭，有何全国的可顺呐？我有旧闻堂见，陈太人，学有一位武艺，陈汉人，国色天香之马，人讲汉朝啊，把有出过来王昭君，而你太唐朝，只有他陈汉人呐。陈汉人，天家之义嘞。哦，放手，我爹笑可以免他陈汉人前去复返。请问，冯松，复返前去，有非太堂是有眼无气，言行难正。就算我无意复返，难道北国就不会再犯吗？皇上，一年做事一年承担，难言说细碎呀。春生，父亲，难言是也不连累恨言。好嘞，国家大事嘞啊，也还非常要紧，没时间还赶你子牙清晨嘛，放手啊！甚至拿唔出，恐怕你太堂最有危险。万岁！你要再三三思啊！冯松啊！看是多吉呀，总是情啊。看是公益总是情，做给靠农是做情，杀鸡安土地民主，安慰穷难托富人，太通不必何时生，平易平静出长生，以下万句千言古，谁为中心辅佐神？谁为中心辅佐神？辅佐臣。黎民百姓啊，也能受他陈家的头颅。好了，陈卿，寡人出此一托，3天后必上门，免下陈hin言，复返北国。娘有伤，我言天，每天都笑他子。娘亲相见，羞太意，离我西山难分离。
一路西山难分离，平庸人用情事，如沐春风好情意，朝朝暮暮寄安情意。把用归君来同行，长今何不孤单？天地风飞有路转，诸事炎阳永相伴。恒言，你看，洋洋，这希望噶，也是俺对你的证明啊！听人去证明。家头重浪，哪讲没意见你的？以后我会变成样板人，我也不敢想啊！以后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只有杨玉环，是我全家之宝，所以我将杨玉环我来送给你啊！洋洋，这本呀，有什么改呢？也现做金玉良言，也就会天后敏感。良友听见啊，见过我母啊，羞羞羞！恒言，母亲，你嘅终身大事有托付，用亲爱当然安慰。不过，你嘅父亲今日急忙上朝，唔知今会发生乜嘅事情。风吹家庭也有来通报，你的父亲已经喺转来嘅路上，不如你调查，一个天涯来去前堂啊！晓得。